各位亲爱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是沿着台南市的永福路一路走过来，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叫做全美戏院。然后呢，你从全美戏院走进来，不用担心，台南人这样讲，能穿街走巷，行来才是王道。你进来之后，马上看到一个地点，叫做承德剧堂。跟着我走吧，我们进来一窥究竟吧。各位记得哦，进了我们的承德剧堂，一定要右进，然后左出，不要走错方向喽。我们看到了，对，买栋兄你好。这个地方呢，既然叫做承德剧堂，那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那我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个承德剧堂的历史沿革这个由来。那他是我的祖先承泽将军，在1661年，他跟着郑成功来攻打台湾的时候，因为他是郑成功的右先锋，所以他是打北上尾现在的四草那个地方的一个战役然后后来第二仗又打现在的赤坎楼，就以前的普罗民遮城。那这两仗因为他都打胜了，因功得赏，然后也让他一个很好的宅地，然后就赏赐给他这一个地方盖了他的官邸。对，所以这其实就是承泽将军的官邸，所以也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建于1661年，所以到现在为止应该是358年。对。那我们这地方要祭拜的主要是哪些？那当然，因为提到承德剧堂，祭拜的一定是我们的祖先们是。那你既然讲是承德剧堂，那你跟你们陈氏的一个家族是有关系。对，我看那里好像有一个介绍，是在介绍陈这个姓的由来。那我们或许大家有兴趣，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好。白栋兄，你看这陈国出奔异姓序，出奔就是流亡迁徙，这个是这篇文章在讲陈氏流亡迁徙的一个路径图嘛？对，这个序呢是在讲的是说我们陈氏呢，其实在河南颍川的时候，那我们一直逃难改姓那到最后经过可能好几千年的历史，这样子，后来成为陈。可能大家更有兴趣的是陈呢居然跟姓姚的、姓胡的、姓袁的、姓田的、姓孙、姓陆的同为一派。了解。其实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祠堂很好。中国人古代讲说一个好的祠堂可以呢歌于斯，让大家在这边欢唱，聚国族于斯，带所有子孙来这边。我觉得看到这么样的一个序文，应该非常有荣耀感，对不对？就大家知道说你是怎么来的。对呀，而且还有我们的祖先是这样。所以陈姓真是一个大姓。那其实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常常最喜欢来看的是画。您这里有国宝哦。有陈玉峰。对，我们来看一看吧，好不好？老师，你刚提到这里有陈一峰老师的国宝级的绘画，然后这边有4幅画是陈一峰老师在1964年过世之前1年所创作的4幅画。也就是说，他生前大概是最后的遗作，对，然后也听说他的孙子是这样讲，说是最后的遗作。对。那这4幅画呢，其中1幅画我最喜欢介绍他的故事，就这一幅。对，这一幅。所以这一幅的画作，它的名称叫庞德遗安。那庞德这一位呢，是东汉时期一位很有智慧的人。他是隐士，不想出来做官。对，不想出来做官，可是他非常有智慧。对。然后东汉的刘表呢，就希望他能够为他服务。所以他来礼贤下士，请他出来做官，请他来做官。然后请了几次，他都不答应。所以刘表就说：庞德，为什么我这么器重你，希望你来帮我忙，你为什么不愿意？你来，我可以让你的子孙也拥有荣华富贵。但是庞德回答他说：我不希望我的祖先我的孙子们是荣华富贵，我希望我的后代是平安。我觉得他是很有智慧哦。乱世里头，其实平安2个字就是最好的财富了。对，所以他叫庞德遗安。所以我们陈家真的是没有出过什么有名的政治人物也没有大生意人可是我们陈家大家都很平安。那我就刚开始讲完，你们是依于人了，用一种爱跟平安的祝福。我想陈家的这样的祖先呢，就会带给你们其实更好的一个平安雄厚。对，我觉得整个主错有一个城市其实很好的一个道德教养。但是我觉得最可爱的一点就是说，您提供很多艺文活动在这里，对不对？你都办了很多有趣的活动吗？对。
基本上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公共财，是虽然它的产权是我们陈家，是，但是它是一个文化财，是一个公共财，是，所以我们都是提供给很多单位来做艺文的演出。那我们只要你来申请，是，那我们都审核之后，如果你跟符合我们的一个文化的艺术价值，我觉得你们的主旨跟理念是一样的，在这边就欢迎所有的年轻朋友都可以来申请。我想今天的这个承德剧堂呢，是值得大家一起来的艺文空间。所以百栋兄，你知道吗？我们待会呢，请到了一位大咖在这里做访谈，你的偶像哟，真的吗？它的颜色是黑色的。小黑老师，对，金曲歌王小黑老师谢明佑即将为我们展开他的访谈。那我们也谢谢百栋兄今天借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好，欢迎大家，谢谢。好。